呢個係2個星期前嘅下巴，呢個係我而家嘅下巴。話說早2個星期前就我生日啦，咁因為飲酒實在飲得太開心啦，咁個後果咧就係撲咗一笪咁嚴重嘅疤喺塊面度。咁我日常要拍攝啦，要上鏡，仲要見人啦，跟住我諗緊呢笪疤擺喺度咁耐，仲要講緊就嚟聖誕節咯，我一定出唔到去啦。其實撞親嘅前幾日我已經不停搽去乳膏啦，但係一啲改善都冇。跟住我個 friend 見到咧就推薦咗我去做一部儀器機，佢係可以改善到入邊個內循環啦，佢就同我講話可以去乳去得快啲。本身我都係抱住一個試一試嘅心態，點知佢做完第一次已經係消咗一半，我第二日再去做一次，其實已經好咗7成。我第3日做完之後咧，佢基本上已經睇唔到咁滯啦。然後第4日瞓醒咧，條疤係已經一啲都冇晒，成個乳已經散開晒。我仲要可以拍到片，可以開心咁過聖誕。你知唔知呢部機有幾勁？有一個胎記咁嘅樣，變咗做完全好翻晒，只係用咗3次，即係3日嘅時間。佢呢部機咧係連手術後嘅腫脹啊，或者一啲疤痕啊，全部都可以處理到。如果你哋同我一樣有上鏡需求，或者真係好唔小心整到啊，好想快啲好翻嘅話咧，強烈推薦一定要去做，真係親身經歷㗎嘛，胎記變到而家，即係有想知嘅話 DM 我。